大家文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过来拜一日。最近因为防疫的关系，画着的人去过倒位，指挥中心就会公布一个范围。今日要甲大家小解，这一字就是范围的范。读做范，这是文音。范本地意思是讲做物件的模啊，慢慢分化做规定、规矩的意思，像咱讲规范。另外界线，咱讲是范围；要防止，咱讲防范。这里背音读做班，像讲正牌、正讲的话，咱讲正班。有正确的意思，一个人讲话做代志大方佮自然，咱讲大班。带大家做过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顺班，这个意思是讲按算要做啥物代志，嘛小可有负面的意思。第二个词读做这个办事，就是情形甲状况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看这个办事，伊是顺办要来徛空的，咱莫插伊就好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范，这是文音；另外背音读做班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